大家好，我是铁驴，今天去常熟的沙家浜景区演出，那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看，正好台风过掉了，蓝天白云，出发。开过来1个小时，朋友们看啊，沙家浜这边这个凉亭都倒了，我的车也没地方停，这里一棵树倒了，占了3个车位。贝碧家还是很厉害的，这么粗的树都倒掉了。今天我是1个人演出啊，好久没有1个人演了。这个在平台里的形式叫担当，他们这边只要1个人，所以镜子正好在家里看宝宝。本来镜子出来的话，还要让丈母娘过来看一下小刘。这个正门蛮气派的，演出人员可以走侧门，不用付门票。师傅，这里门票多少钱一张？100。那也不便宜啊。不便宜。师傅，是不是这个台风把里面的信号塔还有电都吹掉了？对，没信号。所以我打你们电话也打不通。哦哟，还停电了里边。这个水涨得高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来沙家浜，没办法，漂亮的，你们这里生态好的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沙家浜是5A 景区。哇，这个这么粗的树都倒了。到演出的地方了，朋友们看，台风过后人都没有，这个戏台倒是挺漂亮的。今天这里有3个平台演员在演出，3个人3个点位，另外2个是女的。本来我想去看看他们的，但是这个景区里太大了。师傅和我说，如果我去其他点位打个来回，可能这边演出就来不及了，要开始了。功名带金恩兵，小岛水，天秀不明恩。那空明日，在他林荫，作风一句，是大军儿呀，你此往上杀，莫开城。现在是中场休息啊，这个鬼天气啊，真的是又闷又热，而且还停电。看看我脸上这个汗。不过既然是平台演员吃这碗饭呢，那这种天气我们其实是习以为常了。老粉应该记得，我曾经去新疆伊犁的沙漠里，当时快40度的天，沙漠里温度就更高了，穿了这个闷的衣服，唱了2个小时。今天32度，又要准备上了。演出结束了，沙家浜有缘再来，马鱼们再会。